我哋減少咗呢啲唔必要嘅資訊輸入，個腦就會有更多嘅空間去思考真正重要嘅嘢。你嘅注意力會變得更為集中，你嘅思考能力亦會得到提升，你嘅心靈咧亦都會回歸到一種更加清爽、更加平靜嘅狀態。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活喺一種自動駕駛嘅模式之中，朝早起身、刷牙洗臉、食早餐、返工、放工、食飯、瞓覺，每日嘅生活就好似一個設定好嘅程序，我哋機械式咁執行，而我哋嘅心卻往往唔喺當下。我哋嘅思緒可能正在後悔尋日嘅錯誤，或者正喺度焦慮聽日嘅挑戰，但就係錯過咗眼前呢一刻嘅真實體驗。所以作者咧同時極力提倡專注當下，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正念 mindfulness。佢指出，專注當下係我哋從過去嘅悔恨同埋未來嘅焦慮中解脫出嚟，體驗真正平靜同埋幸福嘅關鍵。每一件日常小事都可以成為我哋進行練習正念嘅機會。重點在於將你嘅意識完全帶回到你當前正在進行嘅活動中，全心投入，感受每一個細節而唔加以判斷。例如，你可以嘗試正念飲食，食飯嘅時候專心感受食物嘅味道、口感，唔好玩手機。又或